到票啊！这个屏东的警方有破选举的赌盘，专案小组透过数位情报分析，发现讲有跋筊集团开出乡镇市长的赌盘，检警看这个时机成熟，采取行动，了着经营地下六合彩这个姓王的大组头甲干部。另外，警方伫社群网站巡逻时，发现讲有针对县市长的选举用这个赖滴地，警方了着一个嫌犯，敢是诈骗的手法，警方要你调查。 警方来到跋筊集团经营的地点，直接冲入去，嫌犯要情以外。高下一大选特别高啊！警方专案小组透过分析数位证据，发现有跋筊集团开出乡镇市长级的搅盘，查到第一站做头了后，佫约出经营乡长选举搅盘，佫有经营地下六合彩的姓吴的大组头干部，掠到6个人，查扣现金90多万。 另外，屏东警方伫面车社群巡逻，发现选举搅盘路堵站，嫌犯伫面车开盘，抛出县市长候选人民调赔率、牛票数，嘛提供路堵群组。毋过，缴下赔钱了后，就会封锁。各用台东检警嘛早就咧进行追查，即摆屏东嘛有查到。 跟社会险不相当的一个状况的一个赔率，来吸引赌客下注，整合分析，发现辖内有赌博集团开出乡镇长级的赌盘。选情愈来愈激烈，毋但诈骗和跋筊集团想要趁选战非法来趁钱，就惊阁有其他境外势力企图要影响选情，检警嘛当咧调查，毋敢放松。